继续咧考察日月潭水位是一直降低水库，目前的水量只剩38%。本来呢，这活伫潭底一寡台湾钓，也就是乌龟鱼，形象改变习性，规定爬起来、收起来到水面遐收来收去，恁个嘴啊闭开开，袂输干咧喊救命共款。当地渔民是有讲，应该是呢水位伤低，造成呢这个水内面的空气无够。那日管处是考虑到这个游客安全，嘛，日早起暂时封闭钓鱼甲现公码头。 本来是伫日月潭潭底内面的台湾雕，雄雄规定浮上水面，嘴啊闭开开咧喘气，嘛袂顺利喊救命。好像水太浅，呼吸困难，所以它游上来啊。一般是天气在改变了哈，还有就是有一些异象出现了。就算是在地人，嘛毋捌看过这款情形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库存的水就变低，这个鱼群就聚在一起。 那越多的话，那它需要耗更多的氧。如果没有特别的外伤或其他因素的话，是容量不够啊。如果他们水位是愈来愈低，连鱼啊都根本挡袂牢。目前的水库的水量只剩38%，日管处嘛日早起暂时封闭钓鱼甲现公码头。为了考虑到安全啊，或是游客服务等多方面的一个考量，先封闭玄光以及招雾码头。 日管处另外伫一大槽码头、嘉登4号码头的蒲塘提供船只来停靠。除了日月潭水愈来愈少，桃园的石门水库的水量嘛剩37%，新竹宝山市水库要破10%啊，苗栗日潭水库嘛剩10.9%，台中德基水库剩5.4%，台南的闸门水库剩11.4%。中部地区嘛为4月7日要开始分区送水，全力要对抗苦旱。